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受新冠疫情影响，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推迟所有在线活动；中国政府再次摧毁鲁霍县另一座大型佛像和拘捕数十名藏人。议长堪波索南丹培致函悼念欧洲议会议长戴维萨索利逝世。驻北美办事处代表通过网络视讯会见美国国际开发署新任副助理署长。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拜会台湾驻比利时大使蔡明彦。澳大利亚藏人协会召开第6次年度理事会议。格西洛桑顿珠出席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110周年祈祷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由于近日在印度各地，包括在达兰萨拉新增大量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因此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于上周日1月9号在官方网站上发出通告，宣布为了响应印度政府的相关防疫措施，推迟所有预定在线活动至本月底，直至进一步通知。根据印度卫生部发布的数据，印度在本周四新增了247417例感染病例，本周三仅在喜马希尔邦就新增了1804例确诊病例。另外，继中国政府在其统治下的甘孜州鲁霍县以建筑高度违规为由，于去年年末拆除了当地一尊高达99英尺的佛尊和45个巨大的转经筒，并关闭了一所寺院学校后，当局在该地区的镇压行动仍在继续。近日，鲁霍县的第2尊巨型佛像再次被拆除，数十名涉嫌分享相关信息的藏人也遭当局任意拘捕。据可靠消息来源称，鲁霍县甘丹热登朗杰林寺的主持帕加、他的助手尼玛以及另一个同名僧人丹兹尼玛和扎西多杰，以及当地一名叫拉姆央江和叫巴次仁桑珠的雕塑家均遭到逮捕。此外，遭捕僧人丹兹尼玛因没有表现出适当的面部表情而遭到当局的严重殴打和折磨。目前，由于中共当局管控当地的通讯渠道，其他遭捕藏人的身份仍无法确认。藏人行政中央的官方发言人丹增列谢先生对此表示，中国当局在西藏康区鲁霍县拆毁寺院学校、巨型佛像和转经筒，以及随后逮捕藏人的做法，是镇压西藏的文化、传统和藏人身份的表现，这也是对人权和宗教自由的严重侵犯。藏人行政中央强烈谴责中国当局在西藏境内持续实施的残暴政策。此外，欧洲议会议长戴维萨索利先生因免疫系统失调引起的严重并发症，于本周二1月11号不幸在意大利的一家医疗机构离世，享年65岁。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在闻悉噩耗后致函逝者家属，表达了慰问和悼念。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在调研信中代表西藏人民感谢欧洲议会积极倡导西藏问题，以及谴责中国在西藏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强调人们将会永远记住逝者戴维萨索利先生为改善欧洲各国人民的生活而做出的无私贡献。
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郎杰曲珠博士和秘书长扎西顿珠于本周1月10号通过网络视讯，与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局新任副助理署长安加丽·卡尔女士和该署其他官员和工作人员举行了会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郎杰曲珠博士在视讯会议上致辞时，感谢美国国际开发署长期以来对印度和尼泊尔流亡藏人社区的援助，以及对藏人行政中央的大力支持，并强调希望未来继续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密切合作。新任副助理署长安加丽·卡尔女士承诺，美国国际开发署将全力支持流亡藏人社区的发展，以及继续与藏人行政中央合作，同时希望有机会能够亲自与藏人行政中央的领导层会面。美国国际开发署长期以来通过其可持续援助项目，帮助流亡藏人社区自力更生和全面发展。该机构还支持藏人行政中央的多项计划，其中包括实施新的数字管理系统和援助流亡藏人外展活动等。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于上周5 1月7号礼节性地拜访了台湾驻欧盟兼比利时大使蔡明彦先生，并就双方关心的话题进行了会谈。在会谈期间，代表扎西平措与蔡明彦大使就中共当局统治下各少数族群所面临的各种压迫问题和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发表共同看法。鉴于面临新的挑战，双方同意未来加强各方面的合作。驻布鲁塞尔办事处欧盟联络官任增曲珍女士陪同代表扎西平措进行了拜访。而台湾方面则有代表处的2名工作人员出席会谈。与此同时，代表扎西平措还在本周1月10号在布鲁塞尔办事处接待了来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欧洲分部的执行主任哲通丹增旺布先生。双方就加强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之间的合作，以及未来的建设性项目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此外，澳大利亚藏人协会于上周6 1月8号开始，为期2天，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南部沿海城市诺拉召开第6次年度理事会议。驻坎佩拉办事处代表伽马森格在会议上致辞时，呼吁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藏人向该国的政要游说西藏议题，维护西藏人民的团结，保护和促进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发展，以及鼓励年轻一代参与西藏自由斗争事业的重要性。西藏人民议会大洋区议员铎林丹增平措也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为期2天的大会在选任来自坎佩拉的格桑次仁先生为澳大利亚藏人协会的主席，以及选任来自纽卡尔斯尔地区的贡布加先生为该地区的秘书长后圆满结束。来自澳大利亚首都特区坎佩拉、悉尼、昆士兰、维多利亚、纽卡尔斯尔和诺拉的藏人协会的代表们参加了会议。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代表欧朱多杰和格西罗桑顿珠于上周6 1月8号应邀出席了在南非林波波省首府波罗克瓦尼市彼得莫卡巴体育场举行的纪念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110周年的祈祷会。与会的格西罗桑顿珠与来自世界主流宗教，包括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和非洲传统宗教的宗教人士一道，以各自传统的祈祷方式，为非国大成立11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进行了祈祷。当天的纪念活动在严密的安保和防疫措施下举行。
南非总统兼非国大主席马塔梅拉希尔·拉马福萨先生也出席了纪念活动。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